2019年10月6號，港島、九龍都出現反對禁蒙面法嘅遊行，而喺灣仔一帶嘅示威，其後演變成暴動。5名當時被捕人士喺2021年12月原審嘅時候暴動罪脫，成功甩身，只係被裁定蒙面罪成。律政司提出上訴，上訴庭舊年5月認為暴動無罪嘅裁決係有悖常理，下令發還重審。案件至今擾攘超過3年之後，能唔能夠改寫結局，令正義得到伸張？本案涉及5名被告，現年21到31歲，其中3名被告喺今次重審之前改為認罪，餘下嘅2名男被告就維持唔認罪。今年3月，案件喺區域法院重審，2名被告重新作供。首被告供稱自己為咗買母親嘅生日禮物先至喺現場，而另一個被告聲稱因為參與舞台工作，所以經常着上黑衫。案件今年4月底完成結案陳詞，區域法院暫委法官高偉雄喺6月9號作出最終裁決。高官喺65頁嘅判詞入面，就呢2名被告有冇參與暴動，通過警方同埋一啲傳媒拍攝嘅錄像片段同截圖進行深入分析。基於2名被告當時身穿黑衫、佩戴同管有示威者嘅裝備，高官推論證據已經產生疊加效應，足以斷定佢哋屬於有備而嚟，唔係路過或者旁觀，而且係蓄意逗留。唯一同無可抗拒嘅推論係，佢哋意圖壯大暴動人群嘅聲勢，同埋為咗要鼓勵同支持其他嘅暴動者，因此高官最終裁定2人暴動罪成。高官考慮5名被告嘅求情理由之後，喺6月25號正式判刑。3名認罪被告被判囚2年2星期到2年2個月。經重審後罪成嘅2名被告就分別判囚2年半同3年零2星期。高官判刑時候就強調，本案嘅暴動大約500人參與，歷時大約42分鐘。示威者掘磚、用鑽地機破壞路面同拆除欄杆，並投擲至少14枚汽油彈，當中2枚擊中記者。好彩嘅係記者冇受傷，但破壞程度絕唔係輕微。高官呢項裁決再一次證明正義絕唔會缺席，同時為呢宗喺6年前發生嘅暴動案件畫上咗句號。